中东冲突第3周彻底失控，川普直接暗示可能袭击伊朗哈尔克岛石油设施，同时大喊欧洲、日韩等国快来护航，抱怨很多国家不热心。他透露，美军已对伊朗境内超过7000个目标发动打击，但德国、意大利直接拒绝参与护航。德国更说，这跟北约无关。日本、澳洲也明确表态不派舰艇。英国首相坦言，恢复荷姆兹海峡通航并非易事。最狠的是，荷姆兹海峡14日通航量首次降到0。伊朗态度极度强硬，宣称已打击卡塔尔与阿联酋美军基地，还预告未来几小时将继续攻击，并警告若美国敢打哈尔克岛，我们会果断有力回击。阿联酋 ADNOC 原油产量已腰斩超过50%，中东整体减产逼近1000万桶每日，油价再度暴冲 ，WTI 一度涨破98美元。川普想组护航联盟却四处碰壁，战争到底还要打多久？油价是继续狂飙，还是即将崩盘？